乾坤坎离主之，下天以行主，正艮巽对主之，气主化，行主生，气主分行，行主合律，气之始先天，故仿合图，行之成后天，故本若书。二者以气所分，而有先后，亦得所化，而有分合，故上天之卦，乾坤坎离皆分立，下天则相交，显恒为乾坤之交，既为坎离之交。天地以气运，故分立而生化自见，人物以行运，故必二五交合，而生化始成，故咸恒为少男少女，长男长女之交合，以见乾坤之同化，既为中男中女之交合，以见坎离之共生，不似上天之乾坤坎离，上下独居，虽有太否二卦，而气为交也，行为化也。太位坤上于乾，否位干加于坤，虽见气之上下，乾坤之行为异也。若咸恒则乾坤异化，艮对正巽以成，其气混合，其精明接，其象自异，此上下天所分也。盖以权益卦象焉，则伏羲者，谓先天；文王者，谓后天。若就文王卦言，则上天谓先天，下天谓后天。喂。二者一而有异，后而有异，不可不察也。夫物之为物，凡有生化者，皆有此别。即各卦亦然，各卦皆有其先后天，不独上下天也。即伏羲之为先天者，亦是有其后天，非纯先天一类也。以与文王卦对，则属之先天耳。故先天二字不可逆也，分而析之。先天之中有先天，后天之中有后天，一卦尚然，何况全异乎？此独周易所必先知者。不然，则上下天之分，将不知其何意，则更克有以名文王之卦哉？周易卦序，自有其理，与他一别，其分上下天，一也。列卦取反对卦，二也。卦爻并相对，
6页，以此6页